这个应该是凯撒米尔，没有错。是。WOB， 这是什么意思啊 WOB， 这应该是什么英文单词的名称缩写？哎，等，我知道了 ，W 是哇哦 ，O 是哦 ，B 是别了。哥，我们认真解密呢，你别捣乱好吗？好，你解。要么你把它调回原始值，再往回逆时针转20个试试。好。IAN 什么意思 ？I am number one。应该是个英文名字。爸爸是因为工作，所以爸妈要带你去外国，不只是因为我们要去那边工作，是要让你有更大的发展空间。你别碰我！阿南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妈妈？长安，长安，你怎么了？哎，长安，你没事吧？长安，你是不舒服吗？